来看香港的基本法23条的法案实施要满1档咯。伫台湾的香港人是指出讲，香港政府唔拿监控香港民众的言论，嫌伫海外香港人若发表争议的言论，因的亲戚朋友卖互问话。因是呼吁台湾甲国际社会都爱采取行动，共同来守护自由甲人权。国安恶法，反对香港国安恶法。香港基本法23条施行要满1周年，唔那造成香港境内自由受限制。在台香港人讲，也有真侪伫外国的香港人，互人跨境镇压，亲像捌发表过争议言论的人，伊的亲戚朋友可能互人叫去问话。我们在台湾，我跟一些朋友在念书上面，我在去留言，在他的念书公开留言，然后他再过几天，他就国安局打电话给他，问他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跟富通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会在你的脸书上面留言？这关心香港议题民间团体拜三召开记者会，指出即摆香港政府甲控制香港人的手存到境外，影响流亡伫海外的香港人，亲像骚扰因伫香港的厝内人甲朋友，透过国安公署施压等等。在台湾的港人都已经提到了所谓的跨境镇压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也在此要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针对跨境镇压的议题，拟定相关具体的因应措施，以确保在台湾的所有人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任何的人权侵害。有立委也出席记者会，声援香港政治犯，还有批评香港的跨境镇压手段，伊呼吁朝野政党拢应该谴责香港的基本法23条。民间团体指出，因所落来也会透过街头宣讲的方式，让更较侪民众知影香港即马拄到甚物问题，关心香港的未来。记者郭文成由台北报道。